大家平安今仔日是4月13吼，真欢喜会当看到这个立贤吼，当立贤伊是这个台语乐协会的理事长吼，咱论坛吼，咱去1月14，就是顶年吼1月14选举了后，隔顶天咱有去伫即个台北吼，咱伫即个论坛的真侪朋友跑去参加咱实体的世界台湾文化奖吼，迄天实体活动吼，就是拢拜托立贤甲咱安尼筹备啦吼，迄天实在是真正办真正会成功吼，大部分安尼少年的老的拢有吼，可惜因为时间伤短啦吼，所以说本地咱是讲要有一个见面会吼，说大部分的时间拢是坐伫台仔骹吼，咧听大家足精彩的节目含演讲啦吼。好佳哉，咱今仔日会当搁伫线顶来聚会吼，咱嘛希望讲咱即个2024年有领到即个文化奖的人吼，文化赏吼，拢说有12个团体嘛吼，咱会当有机会吼，请因来线顶吼，来甲大家搁较熟悉一下安尼吼。安尼我就甲下面的时间交互立贤，立贤你敢准备好势啊？会使，毋过我，会使啊吼。对，我想讲头前10分钟先简单，我着拣几张啊，就是1月14号活动的相片，无来的朋友偏芳一下，好，即摆画面，即个就是即摆的即个颁奖典礼的，就是其实阮迄天是规工的活动嘛，下晡是颁奖典礼，早时有一个大场顶。大行道，是迄个赞成老师带的即个导览安尼，所以咧，咱着看到讲早时我无对着啦，因为着咧去会场内底做。不要紧，咱迄个导览者吼，迄个赞成老师伫遐，所以确定嘛，会使补充。几分钟互伊讲一下安尼。好，请你继续。安尼，我这无得叮当，为什么无得叮当？安尼哈，真正无得叮当呢。无得叮当哈。对，我这个慢慢来试。应该先是。我一个哈，我请我朋友来甲我看者，用伊个电脑。不要紧，无安尼不要紧吼。咱好佳哉，咱即个赞成老师吼，嘛有伫现场啦吼。我知影你为着即个活动吼，你带几团等去到台湾吼。可惜吼，我对无着啦吼。你敢要甲立贤咧准备的时间，你敢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较早，阮即摆遮是早起7点吼，温哥华。我迄当阵是今年啦吼，1月14，等于参加迄个咱个颁奖典礼吼，先刷去投票安尼。阮阮有一个你讲过我来听，真好运啦，即摆嘛得着奖啦吼。讲什么媒体什么科技传播奖安尼吼，多谢啦吼。都派一个任务我吼，讲早起时爱带大家去迄个大场顶行踏，就实在遮啦安尼吼。好，我时间佫交互立贤。好 ，OK，歹势，拄则迄个电脑卡掉咧。好这就是迄天行踏的相片。最后就是伫迄大场顶设一个，最后来到锦绣中学，就是阮即摆即个颁奖典礼的地点。好，了后下晡的颁奖典礼就足热闹啦，就是我感觉就是阮因为梁光兄叫我来分享一下感想嘛，就是阮拄开始接到即个任务的时阵，其实无想到讲一个颁奖典礼原来有遮尔济。就是细节哦，其实要甲伊就是拢安排好势，其实真无简单。好佳哉就是阮真正是协会有足济家长，其实大家对台语嘛足有心的，知影讲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愿意做伙投入来准备。所以迄天主要的颁奖典礼
的内容吼，就是12组的得奖者吼其实大家若是迄天无去吼，即马拢会使为线顶搁看到迄天的直播，会使回放啦。因为我感觉这12组得奖人的得奖感想拢非常非常精彩，所以足推荐大家会使转去看。除了这12个得奖人的得奖感想以外，迄天的阁有2场表演，一个是阮请迄个农川舞钟青莲的阿达，有另外一个是苏莹莹，来做就是歌唱歌的表演安尼。这拢嘛拢伫迄个直播内底拢阁看会到。好，所以这是迄天真热闹看到足侪先进嘛有。少年的台语家庭新的一代的台语家庭最后这个就是讲，若是要看直播的 YouTube 吹，就是若是你去拍就是世界台湾文化奖的颁奖典礼，拢还阁看会到。阮迄天这个直播的品质足好的是阮今即嘛伫线顶是志成，阮协会理事伊嘛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的团队。替大家制作的安尼，好，所以这是简单互大家偏芳一下跟几张相片。毋过最后我想要，就是真正来讲一个感想啦，就是迄天即个颁奖典礼结束因为其实阮算是工作人员嘛是就是承办单位啦阮毋是主角，但是伫咧为这个筹备的过程到迄天看到遐尼侪无共款的得奖者去。台顶讲话我家己有一个感想，就是经过这场有变甲较知影阮伫这条台语路的运动顶悬要做啥物。我讲的阮就是台语路协会因为就是每一个得奖者，也是讲伫这个运动顶悬，其实需要足侪无共款的人去做无共款的代志。有后勤的嘛有爱冲头前的嘛有爱去甲别人沟通的嘛爱有较踏实在做代志的，就是啥物款的人拢爱有。所以伫这个颁奖典礼顶悬，就会看到各种无共款领袖的，拢咧替台语文拍拼的团体的成绩安尼。我就看了，我感觉讲安尼，所以台语路阮家己这个协会咧，因为阮也毋是学者也毋是文学，就是毋是文学领域的嘛阮其实就是一阵家长，甚至阮这阵人的台语文程度可能是上歹的当然阮嘛是足愿意去学的但是阮的甲其他的团体无共款的所在，就是阮拄好就是徛伫咧可能上有法度去接触到一般大众的即个位。因为阮拢有囡仔，阮的囡仔就是伫台湾即个社会大汉，所以阮不时伫咧公园、伫咧学校，就会拄到其他的一般的家庭，所以阮就会有足直接去感觉到讲，即个语言的流失伫阮的身躯边一直咧发生。这是台语路协会，因为阮是带一群讲台语的囡仔伫即个台湾社会走总啦，所以就会使看到真侪无即种经验的人看袂到的代志。这嘛是阮感觉阮即个协会主要要做，嘛是就是会使顺续就来接着讲我今仔日要分享的内容。安尼我换另外一个投影片，拄则安尼讲，大家敢有理解我的意思？有，真理解。好，换这个敢有看到？就是原本龙光兄请我来，本来的题目是讲台语文的正常化，但是这个题目实在是伤大了，我想的无才调讲。但是我会使讲的，就是以台语路，阮不管是共学团还是协会的观察，佮有阮的经验来出发，来甲大家分享阮所做的，就是台语文的保育甲推广安尼。好，安尼我就继续讲我惊有的人可能无熟悉阮这个团体，我介绍一下。
头起先，阮是一个面册的卖种爷尔啦，叫做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这差不多已经6年，满6年。这个卖种爷一开始会出现，就是因为有一阵，阮有一阵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嘛，本来就是家己对囡仔讲尔，但是咧发现讲，这条路其实真水，真有意义，其实无遐尔困难，是安怎拢无人。这么少人要做伙行吼，所以阮就发起这个卖种爷，想讲把阮的故事写落来，互较侪人看到，互较侪人知影讲，其实无遐尔困难，原来会使安尼做。实际上共学团本身啊，就是一个台语家庭的支持团体啦。因为伫目前台湾的大环境内底吼，真侪台语家庭的拢是就是少对囡仔讲，因厝内底的时代拢无爱对囡仔讲，足侪人有这种困扰的。过来就是讲台语的囡仔出去外口公园啊、学校啊，伊讲台语就是别人听无就变做袂输讲这个语言是一个无路用的语言，有一个囡仔就无愿意讲啊。过来囡仔更较大汉，你要学校内底，就搁是愈严重的规个。华语的输入吼是大量会去甲伊的母语洗掉，因为面对安尼的困难，所以这个家庭才会需要团结起来吼。阮共学团其实就是我即摆会讲每一个家庭拢亲像一粒岛啦，海面顶的一粒岛哦。你若总讲干那一粒岛吼，无说伊就会互海涌淹过去、淹过去。即摆即寡岛就爱挖较近的，大家爱挖做伙，安尼才会使互相支持，莫沉落去吼。好，所以这是阮台语路一开始是为共学团起来的，后来组织协会的部分，就是愈来愈发现讲有真侪代志会使去做安尼。所以今仔日咧，我想要分享的即个保育甲推广啊，我画即个图我先来。甲规个概念说明一下哈吼，因为阮是亲子共学起家嘛吼，亲子共学就是爱有囡仔，佮有家长吼，拢爱做伙学哦，即个共学是咧学啥物咧？我感觉对囡仔来讲其实足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家长提供环境，囡仔自然就学会晓台语，所以这是囡仔咧学的，因其实自然就学会晓因的母语，就是台语安尼。家长伫这条路里学到的，我感觉就真侪咯。头起咧上初步的，就是学台语，因为有一寡阮共学团的家长，因原本台语是非常袂认得的。有的人台语真正是讲一开始讲足歹的，连1、2、3、4、5、6、7、8、9、10可能拢念袂好的，遐尔歹。但是因为有心，所以因是为学台语、学讲开始。学讲了后，大家嘛知影讲读写足重要的，因为一个文字你袂使干那听甲讲尔，所以大家嘛会去学台文。这拢是足基本的嘛，因为咱要对囡仔讲台语，就是一定要去学的物件。毋过刷落来，就搁发展足侪推广的专场哦，譬如讲，有人就开始录 podcast 啊，因为囡仔无故事通听啊，就开始去就是讲用讲故事的方式，互搁较侪囡仔会使接触到台语，也是讲阮即马有咧。因为安尼累积起来的经验，嘛会使去培训图书馆、故事志工等等。最后吼，甚至咧，这是我今仔日最后的重点嘛，想要甲大家讨论的，就是阮去学讲要安怎创意，敢才能讲创意，应该是创意，就是这个。政府的政策吼，因其实即马其实拢是民间行到头头前啦。咱其实反正就是即马就是伫即个体制内底，咱的囡仔大部分因为即马大汉读国小的囡仔愈来愈侪啊，这就是足现实的代志，就是咱着面对咱的囡仔，你伫学校内底一直面对迄个，一直接收大量的华语的输入。所以有足侪代志希望会使改变的吼，这个就有时已经毋是为民间家长有法度做的，就是需要为边管的政策去做调整安尼。
所以我下骹咧分这两块，一个是保育，一个是推广。保育的这边是要保育什么呢？就是要保育台语囡仔，互因会使健康大汉。这个台语囡仔会使健康大汉的意思，不是讲伊的身体健康哦，是伊的台语喙、台语脑会使健康大汉。哦，是安尼讲呢？其实讲起来，咱即摆若是行出去台湾外口吼，40岁以上的台湾人，10个内底有7个拢是无健康大汉的台语囡仔嘛。因为因伫咧大汉的过程，就甲因的台语单调啊，因无要讲啊，毋敢讲啊，甚至是看伊无目地安尼，所以遐拢是无健康大汉的台语囡仔。哦，咱即马咧，因为这个亲子共学，因为有家长对囡仔讲台语啊，伊自然学会晓台语了后，大内要安怎健康大汉，就是爱互伊适合的成长的环境嘛。你毋是甲即个囡仔生出来尔，你煞爱互伊有法度好好大汉。有真侪台语囡仔，就是伫即个大汉的过程，就无去啊。哦，伊当然伊的身体佮继续大汉，但是伊的台语的即个部分就无去啊，就是因为外口的环境是无适合台语囡仔成长的。哦，譬如讲，你学校内底老师对台的态度啊，哦，譬如讲别人你行到迄个同学听到你讲即种话，因的反应啊，譬如讲你厝内底阿公阿嬷。对孙仔讲即种话，因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咧对台顶顶，这拢是即个大环境。所以，阮要保育遮个台语囡仔，就是爱想办法去创造，也是讲去要求、去争取适合因成长的环境。哦，上无即个就若是即个环境是适合台语囡仔的，至少伊大汉了后，佮有法度继续讲。哦，这是一部分。下骹迄个用台语学习，就是希望讲因的台语文会使有较深的学习啦，毋是干那伫咧迄个日常生活啦、食饭佚佗安尼。哦，所以即个用台语去学习万事万物，嘛是保育台语囡仔健康大汉，我感觉一个足重要的部分。因为过去嘛无啥物机会会使用台语来学习安尼。哦，所以这是保育的部分。推广这边啊，就是在讲对一般的大众啦。阮想要去鼓励较侪家长对囡仔讲台语嘛，啊无袂使互阮遮即马共学团的囡仔变做最后一批啊，因为即马愈来愈少啊，安尼袂使啊。哦，阮创共学团就是希望讲会使一直落去嘛。即个共学团毋是讲囡仔大汉了就收起来啊，其实是希望会使一直鼓励佮较侪人吼，因为有即个支持，有法度对囡仔讲台语。所以推广的部分是要推广这个啊，但是咧讲实在，我实在无太介意推广这个事啦。因为推广的意思应该是讲什么？这个物件介好哦，啊，我介绍互你知影哦。啊，但是母语这种物件明明就是原本就是你的啊，原本就是你的啊，是因为台湾人伫咧大汉的过程中完全无了解这个过去，所以大家。所以我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启蒙的工课啦，伫咧推广啊，伫咧启蒙啊，启蒙啥物就是算是帮助较侪人会使认捌家己、认捌土地、认捌伊的过去，安尼。我是认为，你若是有认捌家己、认捌土地、认捌过去，安尼讲母语应该就是你足自然、足理所当然你会选择的代志。是安那大家拢无讲，就是因为因无。经过这个过程安尼，好，所以等下我会先为保育这边开始讲，就是安怎目前啦，台语咯，还是讲阮的共学团是安怎保育遮个囡仔，哦，啊，煞来再讲到推广安尼，好，后置啊，好，所以我即马讲迄个保育的部分啊，这就是那需要保育，就是因为实际上拄到的问题是安尼嘛吼，这是凊彩伫网络顶悬掠到的，即个譬如讲一个，就是有一个老话就讲啊，伊拢甲囡仔讲台语，连有绘本拢讲台语，但是因为规家伙敢若伊一个讲，所以伊的囡仔咧是会晓听，袂晓讲，甚至是无啥愿意讲安尼。哦，但是其实伊可能台语程度已经是目前迄囡仔班上好的啊。即马大部分呢，就是若是去学校，
有可能南部有一寡庄脚所在会较好小看啦。毋过以我去高雄，甲高雄市的迄个图书馆志工，就是培训的时阵，因家己嘛讲，足侪囡仔是袂晓讲，甚至是听无的啊。所以这些规个状况是真正是非常无乐观。就算学校有教，但是因为厝内底无咧讲啊，因为应该是讲逐个无对囡仔讲啊。高雄外口讲台语的这个比例抑阁算真悬，但是同款的情形就是面对囡仔的时阵就无讲安尼。好，所以这就是咱实际上拄到的情形。另外一种就是下骹这是今年世界母语日的时阵一个，就是采访阮协会的一个专题报道。因为我伫遐这内底甲伊讲一个阮共学团的囡仔的故事。就是这个囡仔去学校了后啊，其实阮一直毋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后来伊竟然变做无想要互学校内底的人知影伊会晓讲台语，甚至伫咧台语课顶悬，老师叫伊起来念课文的时阵，伊假影家己是袂晓念台语、袂晓讲台语安尼啦吼。即件代志伊的妈妈嘛是足困扰的，伊想讲我到底是倒位做毋对啊？为虾米对即个母语遮尔无自信啊？吼。但是我是认为这毋是一个人的责任啊，这就是阮规个大环境，其实就是对讲台语也是讲本土语言是无友善的。这个囡仔反正毋知伫咧什么时阵有感受到讲，敢若这是一个较无好的吼，因为大家拢知影，若是你学校内底有一个囡仔英语讲甲写叫做认同，周围人看伊的迄个眼神，拢会足佩服的，拢感觉伊足厉害安尼，吼。但是你若是讲本土语言，敢有即种效果？好，所以这就是讲学校其实真正到目前为止，拢是甲母语洗掉的所在。台语家庭因为无法度伫体制内底得到支持，所以大家都爱家己烧招起来。大家阮爱家己想办法替遮个囡仔保护伊的即个母语安尼啦。所以即个囡仔。因为伊阁有继续参加共学团，所以好佳在是伊伫厝里抑阁愿意甲伊的妈妈讲台语，而且只要来参加共学团的活动，伊其实就是正常，恢复正常用，会晓讲台语啊安尼。其实我咧想讲，即种情形啊，咱嘛袂使去怪迄个囡仔，因为讲实在，我知影有袂少台语家庭的家长，就算因拢对囡仔讲台语，但是伊行出去外口去买物件时阵，去点菜的时阵。大家嘛拢无讲台语啊，这就是阮规个大环境，大家拢袂惯势讲台语，所以你看连大人拢有即种压力啊。你著莫讲囡仔伫咧学校内底无爱讲台语，所以这规个就是目前啊，就是一个无适合成长的环境，无适合台语囡仔成长的环境。若是无，阮即摆的做法就是用共学团的力量去支持嘛。所以，若是无共学团的力量，共学团的意思就是讲，伊除了家庭以外，伊阁有一个社群是讲台语。伊爱有即个社群的力量，安尼伊才有可能较有可能卖放弃台语啊。无有真侪囡仔伫这过程中可能都放弃啊。所以这个是现实的情形是安尼。台语路的共学团，若是伫咧学龄前，阮逐礼拜。就是阮目前有可能有10团左右啦，伫北台湾，伫无共款地区，也是无共款的时间有共学团。即种共学团大部分是学龄前的，若是拜六礼拜就会嘛有较大汉的囡仔来参加。共学团是安怎好咧？就是囡仔就是需要朋友，需要耍。你足自然的，互伊有台语伴。这是其实是家长专工替囡仔创造家庭以外的台语环境。这伫即马是足重要的，因为若是无即种物件，台语就会留伫咧厝里，下袂出去。过去可能几10年来就是即种情形，大家过去拢搁会伫厝里讲台语，但是出去外口，就是拢主动优先拢切做华语的频道安尼。所以本土语言的使用情形就愈来愈少，愈来愈歹。所以这是阮学龄前就是有共学团，学龄后的囡仔去学校的时间就变足长啊，所以因就无啥物时间来共学团。所以最近呢，阮就毋是最近啦吼，所以阮一直就是会想讲要替遮个囡仔
会使办台语课程，就是互因伫学校以外的时间有机会用台语来学习各种就是万事万物就对啊。不管是自然的啦、艺术的啦，这是性教育的啊，还是什么食品安全啊、科学的啦，这就是学校内底无法度提供的物件。学校内底教这个物件，不过完全拢是华语书课嘛，伊无法度用伊的母语来学习。这是阮针对学龄后囡仔想要做的代志。好，过来，佫有一个就是阮最近台语路囡仔咧组团去参加台语的类似迄种演讲比赛啦，结果因即摆得头名吼。其实因旧年就去过啊，因旧年去比赛的时阵呢，无成绩无遐尼好，哪像去第3名是安怎啦吼？大家转来其实足不服的，因为其他就是迄个成绩较好的囡仔，其实落台了后拢无咧讲台语。所以大家就是感觉讲啊，那会使台语真正就变做一个表演的语言呢？无应该是安尼嘛。所以就一群家长就认真带囡仔，为就是开几6个月的时间因为因即摆就是真正搁请老师专门练习讲要安怎去比赛，因为你要参加这比赛，你要有一个比赛的班嘛，你要知影，就是譬如讲真正你要去要求每一个字的发音啊。你的就是伫咧舞台顶悬，恁要安怎行，要为迄个队形啊，等等，这拢是爱练爱摆过的啦所以因即摊足大摊，120个人伊即摆就真正得头名。而且咧，就是这是伫咧因咧评审咧，最后评审咧就是评论的时阵，有评审就讲，这是伊头一摆做评审。有伫便所听到囡仔讲台语，安尼，就意思就是讲，遮个囡仔是真正生活中讲台语的，毋是干那表演还是比赛讲台语。这个现场迄摆就是因为嘛有家长嘛有机会去你顶悬去分享讲因陪囡仔准备比赛的感想嘛。咱遮中学团的家长拢足无客气的，拢嘛是足无客气啦，足敢讲的啦就是直接伫咧台顶就是甲是安怎对囡仔讲台语等等安尼的想法啦、做法啦拢直接讲互下骹的人听安尼啦顺便教育下骹的人安尼。这就是一个讲其实恁伫学校内底，若是遮个囡仔伊无机会累积伊的成就感咱的家长是做伙支持囡仔去发展。会使伫咧是囡仔有趣味而且因的能力有影有提升，所以因伫即个比赛得头名，会使累积成就感，这会使帮助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认同家己的，就是咱讲台语的即件代志。以上拢是中校团的家长会使做的，但是安尼拢是靠家长家己的开力。实际上的大环境也是有足侪需要改变的。比如讲，教师的学校内底啦，我先讲学校内底就好。学校内底老师的态度，因到底有讲台语无？还是甲台语当作是台语课内底才要讲的一个物件，安尼尔，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安尼尔。学校的课程就是一礼拜6节华语3、4节的英语本土语言干那1节。这大家一看就知影什么物件较重要嘛，就是拢看会出来，看会出大世界内底因认为什么物件较重要。大人拢一直叫囡仔去补英语啊，所以要安怎就是知影，就是这个最现实的，囡仔一定拢感觉会出来。甚至讲未来啦，应该是爱为考试的制度去调整无就是真歹互即个本土语言会使有一个较正常的。发展的空间安尼，因为台湾就是安尼你若是无考试，大家都无重视安尼，这是另外一个虽然介奇怪，但是嘛是就是用这种理路来处理，你就是爱把这个物件变做考试。不过安怎考，迄就爱需要大家去调整反正意思就是讲改善环境的部分，你爱为制度去落手啦。这就已经毋是中学团的家长会使家己联合起来做的，咱就是需要去
要求政府来做。好，啊，毋过咧，要求政府做嘛，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政府的政策需要有民意的基础。啊，伊若是感觉伊安尼做无选票，伊是无可能做的啊。哦，啊，即马就是咱都来问讲，咱若是要求政府做一寡政策的改变，伊敢会愿意做？伊就是要去看讲到底有安尼民意基础无嘛？安尼敢有？啊，现实的情形就是一般民众完全无咧思考武器的议题，大家感觉无就是感觉武器卖无去，无就感觉无去不要紧。哦，啊，伊会安尼，就是因为大家无了解历史。啊，甚至搁较含的，嘛足普遍的情形，就是因的思考是完全无理路的。等下我会举例，啥物叫做思考无理路安尼？譬如讲，这就是阮定定拄到的一寡情形。哦，第一个就是讲，啊，足侪人搁咧讲的啊，是安怎讲台语危险买啦，你想济啊啦。哦，啊，搁来第二种，这无一定会讲出来，但是足侪人是安尼想的。伊就感觉讲啊，我的母语就算是华语啊，我感觉教囡仔台语，而且我台语嘛讲无好，吼，啊，因会感觉华语是嘛是伊的母语安尼，啊，过来，足侪家长感觉讲，啊，我会叫阿公阿嬷教，但实际上阿公阿嬷佫愈歹教，因为阿公阿嬷是迄个国语政策的迄个受难者吼，所以因足侪人拢是越头前啊，所以阿公阿嬷虽然做阿讲台语，但是拢无咧讲嘛，就是嘛是足侪即种情形的，好。啊，即个吼，就是我嘛定定伫讲，拄着别人看着阮兜的囡仔讲台语，因拢足学了，讲哇，伊台语讲甲足好诶，哦，啊无就是讲哇，你讲台语伊听有哦，即句话就是足奇怪诶啦。我隔壁吼，现就徛一个爸爸咧对因囝讲英语哦，但是伊迄个台湾人看着伊袂讲哇，你讲英语伊听有哦，袂安尼呢，因会知影讲哦。啊，迄就是爸爸拢对囡仔讲英语嘛，所以囡仔就学会晓英语。你若真你有一个妈妈对囡仔讲日本话，台湾人经过，伊嘛袂感觉奇怪啊，伊就知影讲，哦，迄就是日本妈妈嘛。啊，奇怪啊，阮甲囡仔讲台语，因就会安尼哦，讲哦，你讲台语伊听好无？这到底这代表什么意思咧？就是我是感觉就我毋知要安怎想啦，吼，这就是规个理路无通的一种反应安尼，啊，大家嘛无意识安尼。好。啊，最后这种人嘛是大家拢心肝内安尼想，可能无讲出来，哦，就是讲啊，反正这也无啥物路用啊，是安那，就毋免讲啊，免讲这英语较重要，哦，这拢是足侪人就是无讲出来的伫心内话安尼吼。所以目前咱拄着的情形，一般的大众哦，都是因的认知，哦，因的想法有真侪拢是安尼，哦，啊，这就是一件。若是需要因为我头前讲着，差不多讲着，就是讲咱爱为政策去改变嘛，有足侪代志是需要直接透过政策去改，嘿，啊，但是政策佫需要民意，所以这其实是双边拢爱同齐进行的代志，哦，民意的部分，就是我认为咧，就是虽然足侪人是安尼想的，但是也是有一寡人。伊只是无机会想，若是有机会互伊想，伊是想会清楚的，伊就会改变啦。所以咱即摆就是爱甲气力，若是有气力，会使放伫即寡人身躯顶，就是放伫迄寡伊只是无机会想，有想到会清楚的人的身躯顶。哦，有的人是你甲伊讲2点钟拢无，啊，讲偌久拢无效，迄种的咱就先放一边，毋免浪费气力安尼吼。啊，但是有一寡人是有机会的，啊，会使安怎做咧？我下骹小举例，甲我最近摕去对家长，也是讲对少年学生啊，分享讲是安怎讲母语的几张简报，啊，摕来遮讲互大家听啦吼。譬如讲，若是我即张是要讲我家己，我拢会用我家己的故事来举例啦吼。这是我的家庭啦吼，我头顶爸爸妈妈，顶管阿公阿嬷、外公外妈嘛吼。啊，阿公阿嬷这边因拢是台语人，哦，这个青色底就是因的主要语言。啊，阿公这个日本话是伊读册学的。
外公外嬷遮咧，外公是就是甲国民党过来的，伊是这个叫做陕西人啦，所以讲陕西话。啊，外嬷就是台湾人，讲台湾话。啊，毋过伊有读册，伊有读过中华民国的学校，所以伊也国语。安尼看来看到第二代应该是讲，若安尼看来上无我的母语有4分3是，对无？4分3对啦，4分3是台语嘛所以安尼看到第二代，阮阿爸伊就是母语是台语因为因兜就规讲台语，这个就正常的。理所当然伊有去读册，所以伊嘛会晓所谓的国语我妈妈这边咧，因为因规个家庭甲规个社区拢是外省仔，所以拢是讲这个国语伊的台语是，伊原本是不晓讲台语的，是嫁到阮爸爸这边才会晓，因为阮爸爸这边阿公阿嬷敢若讲台语安尼，刷来就到我啦。阮兜咧，虽然爸爸的母语是台语，伊拢惯势讲台语，但是这个家庭内底，我出世了后，基本上爸母拢是对我讲所谓的国语安尼。我的台语是因为阿公阿嬷敢若会晓讲台语，才学会做会晓的。到遮我要先解说一下，那我遮会讲国语，而且迄个国我拢家己考起来就是讲，你若是去问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讲 What do you speak？ 伊是讲啥物款的话咧？美国人讲来甲你讲 English， 意思是英语嘛。日本人甲你讲日本語，就是 Japanese 日本話。若是西班牙人呢，是講 Espanol， 迄是西班牙語。这拢是因的语言的名稱。台湾人講啥物？你問伊講 Mandarin， 無講 Chinese， 到底迄更算啥物話？伊講國語。这就是一個足奇怪的代志，是安那咱毋是用迄個語言的本身的名去稱呼迄個語言，是要用國語國語這個名詞咧。這其實就是殖民政府規定的嘛。台灣有過2種國語啊，日本時代嘛有國語，迄陣的國語是日本話，到迄個中華民國時代的國語就是北京話安尼。所以國語這個名稱，大家伫台灣攏無感覺有啥物問題這就是我會透過這個一張啦小可刺激大家去思考一下。所以我拄則迄張我咧介紹阮兜的語言圖的時陣，我用國語這個詞，是因為因迄陣使用的名詞攏是國語但是這個名詞是會使去想一下到底為什麼咱安尼講這個語言安尼。好，安尼我繼續轉來，我參加迄個家庭圖啦這個家庭圖畫起來，就看會出來講，其實佇阮媽媽的家庭內底，已經發生第一擺的母語失落啊。伊無為我外公外嬷身軀頂傳承着因的母語，這是阮外公外嬷因的族群語言啦。伊無學着迄個，伊直接學着迄陣因的社區環境的迄個語言，就是國語。到我遮來，當然就是擱一擺的母語的失落，我直接，若毋是因為我阿公阿嬷敢若會曉講台語，我就敢若會曉講國語安尼。所以好佳在我阿公阿嬷擱佇咧，我有機會甲因學着台語，所以我就是才會曉這2種。安尼我就愛去選擇我要對囡仔講啥物我是感覺這個家庭語言圖咧，是台灣人攏足值得家己畫出來的你畫出來了後，才會發現講，大家會感覺迄個華語是我的母語就是國語是我的母語，這項代志倒位有問題。就是因為你若是為家庭的角度來看華語也就是國語攏是外來語。有人會咧吵講你台語嘛是外來語，因為攏是為中國來的是毋過你若是為家庭的角度，你就袂安尼回去。為家庭的角度，照理來講，囡仔講的話，就是為爸母遐傳落來的佇通婚的過程，譬如講較早台灣的部族甲漢人通婚了後，因較弱勢語言會互強勢語言遮去，這就是嘛是一個自然發生的代志。但是佇咧現主時的台灣人的家庭內底，你若是甲因的家族圖
家庭的即个语言图画出来，就会发现讲，因拢有一个为天顶落来的国语，就是这个华语。这根本就不是任何一边家族内底咧讲的话，迄就是为外口来的，所以这就是家庭啦。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外来语，安尼讲起来，应该是就你袂去回讲什么啊，台语嘛是外来语这种问题。好，这个图其实嘛会使画甲较幼的啦，吼，就是譬如讲你翁仔某之间是讲啥物话，遮，翁仔某之间讲啥物话，吼即个亲子之间讲啥物话，甚至是兄弟姊妹之间讲啥物话，这拢会使看会出一个家庭内底语言使用的情形是安怎。怀你即摆来到我即代啊，我就是要思考讲我要对囡仔讲啥物。我就是一个，因为我即摆注意到，我是个会晓讲台语的，所以我就是影响母语会长袂长，足关键的一代。我若是无对我的囡仔讲台语，就会长伫我遮，因为我就变做最后一个晓讲台语的安尼。这就是我伫咧对外口一般的民众演讲的时阵，我会用我的例、我的故事去叫民众去思考讲国语其实是外来语这件代志，还佫有思考讲就是到底你的好，外来我的故事讲后啊，我要就是继承到底的，这是继承引导的故事哦。好，这个继承的阿成啦吼，阿成是嘛是阮台语路的共学团员之一嘛。因兜敢若一个囡仔，伊甲因某拢对囡仔讲台语，因就是一个小小的台语家庭。继承的故事甲我较无共款。拄则我讲我的爸母拢无对我讲台语，但是继承毋是，继承的爸母拢对伊讲台语。继承的两边的阿公阿嬷嘛拢是足顺的台语人，而且伊讲伊的阿公阿嬷是长老教会的，拢会晓读写白话字的人。所以继承会晓讲台语，就是足理所当然的，因为伊是阿公阿嬷拢是台语人，所以伊的爸母拢是讲台语的，安尼到伊遮，因爸母嘛对伊讲台语，所以伊自然就是对伊的囡仔讲台语。所以伊的故事甲我无共款，我是迄种硬甲台语捡转来的。但是继承毋是啊，阿成伊就足自然，因为拢是台语。但是问题来啊，继承的因这个是一个大家族，因兜毋是干那继承一个囡仔，伊阿爸迄边有5个兄弟姊妹，阿母迄边有8个兄弟姊妹，到阿成这代咧，阿爸迄边有16个这8兄弟姊妹，阿母迄边有26个这表兄弟姊妹。安尼，我就请台卡的观众要看卖，这拢总42个阿成这代42个家庭内底有偌济人对后一代讲台语？即摆有人要看卖无？是咧。好，安尼我就直接公布啊吼，偌济人咧？阿成算一个嘛吼。会使算拢总1.5个啦，为虾米是1.5？阿成讲伊有一个表兄嘛对囡仔讲台语，毋过因为迄个表兄因某无讲台语，所以因囝是嘛无咧讲台语的。安尼算伊0.5个安尼，也就是讲除了继承甲即个讲台语的表兄以外，其他40.5吼拢无对囡仔讲台语。这就是一个语言死亡的现场。语言这个台语就要断伫因这代，就你看42加1.5，这个比例差不多算3%好啊。这就是即马台语的传承落来，可能少数上看到的比例的情形就是安尼。所以我就这个是我伫就是演讲的时阵，甲一般民众演讲的时阵，会用这个例，互大家意识到、感觉到讲，哎哟，这个3%安尼就有感觉的呢。而且其实每一个人身躯边拢有发生语言死亡现场，只是你有看到还是无看到呢？你有要去看无呢？好，所以我拄则讲，就是一般民众因无机会去想咱会使
若是有机会啦，就是会使透过各种故事甲办法去刺激引起思考安尼诶代志。好，所以看到遮，我就会甲因讲，你看，现实就是台语用足紧诶速度咧消失，这是事实。我就会安尼做一个结论嘛。但是我就会替因问啊，讲毋过安尼安怎？足侪人会感觉讲对啊，毋过嘛台语也毋是第一个无去诶语言啊，过去汉侪语言嘛拢无去啊，台语无去是安怎？我感觉我是因为即个问题就歹回答诶，所以我大部分我嘛毋是直接互伊，但是我会搁加讲一寡因无想过，还是讲因无机会看到诶状况，互听众去思考。譬如讲，我刷落来甲因讲，我因为对囡仔讲台语，所以因为我定定带一个会晓讲台语诶囡仔去外口，即件代志就会互阮台语家庭加看到一般人看袂到诶物件。譬如讲，阮去公园，囡仔就是台语匹配叫啊，定定会拄着边仔诶是大人，因看到就会。因其实大部分拢是足娱乐的啦，因为看到囡仔讲台语，因拢介欢喜，讲哎哟，台语讲甲足好诶呢。第二句因就讲阮兜迄拢袂晓讲啦，我甲伊讲伊嘛无应。所以第三句回头过去可能就讲来好水水，安尼。即个现象真正是定定拄着，所以大家安尼听起来一定了解讲为虾米伊诶囡仔袂讲伊诶孙啦为虾米伊诶孙袂讲台语？这足明显的嘛，就是因为无人对伊诶囡仔讲嘛。但是伊看到咱诶囡仔会晓讲台语，诶，迄个反应，其实代表伊足欣赏的，伊其实嘛足希望是会晓讲伊诶母语。这就是我讲的一个感情长去的情形，就是伊明明是希望讲伊的子孙会甲伊讲同一种话，但是伊煞无对伊讲，这是两种长，一个是长伊甲因孙的感情，一个是长伊甲伊家己的感情，这两个感情拢长。这就是台湾。就是可能是即马阿公阿嬷即代足普遍的一种悲剧啦，我感觉，因为大家就是无意识，而且搁较互人伤心的，我感觉是讲，就算遮阿公阿嬷知影一个足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咧？就算因知影讲，伊若是对囡仔讲台语，伊就会晓讲啊，你就对伊讲，伊就会晓啊，你就免欣赏别人啊，安尼，即个伤心的代志，就算遮阿公阿嬷知影即件代志。因嘛无，就是以我的观察甲理解因嘛真困难对囡仔讲台语，因嘛袂安尼做，所以为虾米咧？过来隔壁即个图，就是我伫咧亲子馆，我拢用全台语上亲子绘本课讲故事带囡仔耍安尼，下骹囡仔拢听无的拢听无台语的但是大人拢听有。我迄阵第一摆去上课时阵，我印象足深的，就是我活动准备甲足澎湃，囡仔拢耍甲足欢喜的。虽然因听无，但是因为反正就是因为你语言的学习，就是你要有意义的输入嘛。因知影我咧创啥，所以我咧不管是讲故事还是游戏活动，因会有兴趣安尼。我迄摆印象上深的，就是我后来发现上欢喜的，其实毋是囡仔，竟然是台卡的阿嬷。就是遐阿嬷拢用迄个发光的眼神甲我看安尼而且我迄阵台语讲甲足歹的，我台语讲甲足无好的迄阵所以我个会问因讲什么物件要安怎讲因就足欢喜的甲我教安尼。我是我就咧想这个阿嬷是安怎会遐尔欢喜袂输拢变做笑露共款的迄种眼神我感觉是因为因毋捌想过讲会使伫遐尔现代、遐尔活泼、遐尔有教育意义、遐尔少年的空间的所在的场所，听到因遐尔熟悉的语言，所以因足欢喜。毋过因出了即间教室了后，因敢有对囡仔讲台语咧？嘛无。这就是即马足困难的代志。就是我讲的感情长去的意思，就是因
对孙的感情长去啊，对家己的感情嘛长去啊。所以我就会问大家的听众讲，安尼到底为什么时代无爱对囡仔讲台语？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我嘛无要直接回答，但是我会直接甲大家讲，语言绝对毋是干那着沟通尔。因为即摆有足侪人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啊，会使沟通就好啊，会使沟通上重要啊。你出去外口，大家拢共同会晓的，就是华语，安尼咱就讲华语嘛。但是语言毋是干那为着沟通尔，伊阁有感情甲记忆，拢是甲即个语言甲做伙的。大家敢会记得我拄则有迄个介绍讲，我的外公是陕西人，陕西人，所以伊是讲陕西话啊。迄个后来就是伊伫我大学的时阵过身啊，到我出去食头路的时阵，迄阵啊我的头家，伊嘛是陕西人，伊的爸爸啦，我头家的爸爸是陕西人。有一天阮咧开会的时阵，伊雄雄就用陕西腔讲一句话出来。哇！我迄阵啊听到伊讲迄句话，我雄雄目屎差点要落落来。这就是咧讲感情，伊上无阁有，就是语言上无阁有甲感情，就是有载感情安尼的代志嘛。啊，无我是安那会听到一句话，根本就毋是啥物重要的话，就是因为迄个腔，我就雄雄想着我外公，我就差点要流目屎。大家去知影讲。语言敢若是为着沟通，一句话是毋对的安尼。好，所以为什么是对囡仔讲台语刷落来？这就是我袂互因直接一个答案，但是我会用足长继续讲故事来讲啦。譬如讲，我会讲，就是大家拢毋知影的语言发展历史。譬如讲，我即个是咧讲，咱的时间倒退转去200年前，咱台湾的学校咧读这个册啊，毋是念人之初性本善嘛？一定是用台语啊，人之初本身，啊无就是用客语咧念的啊。这大家敢有想过？咱的课本咧讲过去的故事的时阵，是用华语咧讲。但是你若是时间倒退转去200年前，你徛伫咧台湾任何一个所在，你是听无即马即个国语的，即个华语的。过来，若是倒退转去100年前，大家看迄阵啊课本，这敢是国语读本，绝对毋是安尼念的。台湾在我国西南之端吗？嘛毋是安尼念的，你这拢要用日本话去念，因为迄阵啊的国语是日本话。这两件代志讲出来，拢是大部分的人无去思考过的。所以上无因就会开始去发现讲，安尼咱即马讲的这个华语，毋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好，过来就是讲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大家拢知影迄个挂高牌啊迄段，但是毋知影其实台湾有经过2摆的国语运动，一摆是日本时代的，差不多啊，迄个课本其实都有暗示啊嘛，因为迄阵啊嘛是讲国语啊，就是即个国语是日本话，另外一摆就是大家较知影的，就是国民政府来了后挂高牌的这段，好，我这边讲国语运动，其实我就是10几张，还有10几张简报啦，但是今仔日我就简单讲，我的意思是讲。大部分的台湾人根本都毋知影咱台湾遮过去的历史，因着爱先知影，才有机会去思考。所以这是我感觉咱迄个语言就需要用什么方式，会使互较侪人知影的代志。凡说以后刷落来，会使爱有较侪电影啦、电视剧啦，这是一个足清的戏剧就会使发挥足大的效果。无亲像阮安尼去开演讲安尼慢慢仔讲，讲，实在是影响有限啦。虽然安尼影响落来是足要安怎讲，足有力的啦但是伤慢啦。这就是我伫咧讲到遮会问大家的问题啊，我会问听众讲，倒一个世代的国语运动上成功这个问题其实是阮协会的美华发明的，我感觉这个问题介厉害。大家会使想看觅，对一个世代的国语运动上成功的，是迄个7、80岁国校的时阵，国民政府才来的，还是50、60岁读国校无讲国语的，互人挂高牌啊处罚的，还是40几岁读国校的时阵已经无咧处罚啦，还是即马40岁以下少年的，读国校的时阵，阁有乡土语言会当选修，甚至即马拢会有迄个本土语言会爱必修的嘛。好，敢有人要看觅？毋是啦，要
讲看卖，你感觉上成功的是倒一台？安尼，这边的人应该啊，大家敢是靠我。第二敢是第二晓，哦，有人约第二，要么约其他的。好，安尼，咱来看，要安怎判断答案是倒一个咧？你着去看讲，倒一个世代国语讲到上好，请问。母语第四啊，是咱的国语运动还未结束呢。大家几个叫是迄是历史哦，毋是啊，即摆搁继续的啊。啊，无是安那学校囡仔去读1年啊了后，一礼拜就读这国语课，这是还未结束的啊。啊，这就是大家拢无感觉的代志。啊，咱透过这个问题去互民众思考安尼。好，啊，过来我搁会开足侪时间去解说讲，好啦，我搁会使互你搁较侪理由去，互你思考看卖讲啥哪讲台语。哦，我会为这5个方面去讲。我今仔日袂讲啊，因为无时间。哦，一个是感情的连结，一个是转型正义、文化价值、大脑发展、有自我认同，这每一项拢都有通讲的。吼，啊，其实啊，以我伫咧共学团呢，就是我定定去甲人大家开讲啦，吼。我发现上济目前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因拢是因为感情的原因，甲囡仔讲台语。哦，譬如讲，伊希望囡仔会使甲伊的阿公阿嬷直接开讲啊。哦，也是讲有的人是因为讲啊，我阿嬷过身啊，我足思念伊的，所以伊突然开始对囡仔讲台语。迄拢是有感情伫的，就是遮个人伊无互家己的感情。哦，啊，毋过咧。感情连结这种物件，你若是要起来说服其他的人爱讲台语吼，这是上无效的，因为你无法度把你的感情去送互别人，吼，伊无感觉这个代志对伊来讲是有感情的，安尼就无法度勉强安尼。所以就爱靠后壁其他的无共款的部分去分享啦。啊，后壁这4个部分，我认为就是一般的人拢无去想过、毋知影的代志，所以我透过安尼的经历去一项一项说明吼。啊，一般来讲，我感觉听了后，虽然我无去回答讲，就是台语无去会安怎，但是你安尼听落来，你可能你家己就会有一个答案嘛。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毋是我会使直接解决、直接回答的。我的电脑改成小看那个，看一下哈，伊可能爱关起来者。小看，我先讲到这，安尼，因为我即马电脑遮出问题，敢有人要先回应，是讲有啥物想到啥物要来讲一个。我处理电脑者。我敢会当回应一个。我来请讲。即我是住伫旧金山吼，黄东升吼。你拄拄这第3个是文化价值吼。哦，你这个拄拄我对这若需要来讲一下，就是讲其实台湾话是对古早是北方迄边的主要的言语啊吼。啊，落尾手是毋是讲元朝、清朝来遮中原的人拢搬杀落来到福建吼，怎啊变做闽南话吼？啊，落尾遮台湾，所以。台湾话其实是七写是较复杂、较歹学，佮真水的言语。啊，因为元朝、清朝来迄相侵，因就甲改做4个吼，所以这个是足水啊。我即摆讲一个例，就是讲，会使讲，若咧推广伫台湾推广这个同用文化价值，啊是一个例简单的例，就是讲一句话，可能大家拢捌听过，还是话袂记吼。六骹长秋吼，六骹长秋吼，大家可能捌听种。咧去到四出来时，有2支2手长6支骹，6骹长手表示讲迄个物足完整。啊，即马拍落来甲啦，这拢迄个遐吼，足水无6骹长手，拍落了骹长去，手也长去，所以6骹长手就是足已经受伤好。这一句真水的形容话，但是干那即个。声调无相，都完全无相意思。6骹长手，6骹长手吼，所以我即马是咧讲是讲，咱的七音吼，
这语言足水，而且这语言其实足一文学的价值吼。对这来推广，啊，大家会当讲会来欣赏这吼。我是安尼讲，这一个我的感想是安尼吼。啊，多谢。多谢杨先生的分享。迄个立宪，你若好势啊，你出声一下吼。啊，若无咱就你会使啊吼。看即摆有分享出来无？哦，也袂。即摆应该袂晓。好，等一下哦。我是感觉讲吼，你咧分享的遮吼，足面仔有现代性啦。就讲即摆大家咧讲哦，要做台语文运动吼，啊，有时啊会讲咱过去的代志，啊，所含目前的迄个现实吼脱节，啊，你有将遮个伫第一线吼，即摆囡仔，即摆少年妈妈，啊，含囡仔的生活吼，啊，入去社会，老师是按啥物款的态度吼。虽讲有台语课，啊，毋过老师的态度，会对囡仔要学台语的即个效果吼，产生诚大的变化。所以我会感觉讲，你即种的方法吼，互我想起早前台湾通信的迄个方法啦，就是讲较注重即个现代性和迄个前瞻性啦吼。我讲啊，你若好，敢好势啊？敢有别人要讲几句话？会使，毋过当然无连出嚟呢。好来，无咱请回答，请回答讲话回哈。答一个展先生举手，回答先。回答先。OK， 我先回应咱拄仔讲的是安怎要学台语啦吼。我感觉第一来讲台语感情的连结吼，但是咱要注意着讲。迄个阿公阿嬷，才会当听台语的人，拢渐渐失去啊，吼。所以即个嘛足薄弱啦，吼。啊，转型正义吼，即摆台湾的少年人吼，对转型正义的迄个概念嘛足弱的嘛，吼。啊，文化价值吼，即摆迄个国际文化、西方文化强势的冲击，吼，咱拄着的挑战嘛足大的嘛，吼。啊，讲大脑的发展吼。伊即无爱学的人会使讲，我学英语嘛会使啊，吼，即嘛是足薄弱的吼。啊，自我认同吼，台湾即马上 conflict 就是迄个认同啦，认同意识，啊，若无袂讲，逐摆选举战甲安尼，拢用这出来。所以我感觉讲，咱爱有搁较强的迄个理由是安怎来学啦吼。啊，我咧看吼。伫咱历史内底，我拢认为讲语言政策是国家的政策啦。你看是安怎伊会有即个国语即款要甲方言拢总灭绝，迄就是国民党的国家政策嘛，吼。所以国政府爱负起足大的责任，甲这当作语言就是国家安全。咱若来看讲日本、韩国迄个越南，无。要经过语言的改变，无讲无正统的啦，无讲迄个政府无提出公权力去推动的，无啦，无一个国家无使用迄个，所以政府爱有足大的迄个觉悟啊吼。啊，然后就是讲即个，这是一个，佫一个，你也看，我去年阮转去参与迄个台湾的长照。这是一个卫福部，这是一个足好来推动迄个台湾语言的，因为长照服务的对象拢是长辈嘛，外省人拢足容易甲伊的长辈送去像长庚迄个养生村即款，迄内底你去看，80%外省人讲华语，但是会请人来厝里照顾的，常常是即个长照，但是咱的长照的服务人员吼。拢用国语伫服务遮，等于听无嘛。伊甲送去长照的所在，用国语伫教因唱歌，所以这是政府爱推动，真正我是深切感觉。毋对，非常，我就简单，非常。咱立宪，你若好，你发声一下吼。我会使啊，你有看到？我迄个回呐，咱迄个治安吼。主安7月来讲即个问题，讲即个长照的问题。啊，我想你即个 point 足好哈，
期待今日当搁较讲下面对谈一下。好，来立贤，咱搁请你继续吼。毋过我嘛简单回应一下，拄则譬如讲，即个长照即个确实是，就是一个现象啦，迄就是应该爱来做。伊若是用华语咧服务遐个是大人，迄根本就是违反人权啦。因为伊拢遐尔大，而且可能身体就无爽快。伊搁爱用迄个，伊根本就听无袂认真的语言去沟通。搁有另外一个，我嘛顺续讲，譬如讲，咱即马台湾的法庭，这其实就是我伫转型正义内底会记的例啦。就是台湾的法庭到即马拢搁无台语法庭哦。你若是啥物越南啊、外籍的人哦，你会使请通译。毋过颠倒讲台语的人无通译的迄个服务呢。所以，就是我伫迄个转型正义遮，我就有讲到一寡迄种制度之下的悲剧，吼。这其实譬如讲你咧，互法官还是检察官问问题的时阵，你若是用你无认真的语言去互人迄个啥物？反正就是伫咧法庭顶悬，迄对即个当事者是足不利的。这就是一个违反人权的代志，哦，亲像即种啦。我足认同拄则即位阿姊讲的，就是伫个这是政府的工课，政府应该爱用政府的公权力去做。但是咱现主席就是我头拄仔讲的问题，政府伊要推动什么政策，伊拢爱有民意的基础。咱即马爱行到大家希望的迄个参战是搁差真远的。你看咱即马立法院上坐伫咧顶悬，咱搁甲韩国瑜选出来做立法院长，这款情形是真正足歹做的。所以我才是用这几个部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一般的民众哦，足侪人因真正是无意识的，无咱会选举选遐个人出来咧，这就是就是搁有足侪工课爱做的就对啦吼。代志毋是咱想的遐尔简单，咱当然我感觉是政府爱做啊，但是伊就是无才调安尼做啊。因为伊若是安尼做，伊就你看即马偌侪人会甲伊骂咧，伊偌侪代志就做袂落去啊，这就是现实啊。所以咱即马爱做的，就是想办法去，互咱即个人会使搁较济咧，想办法搁叫醒较济有可能叫会醒的人。无我毋知有啥物办法，我都去改变这个情形。我家己讲的即几个部分啊，亲像大脑发展，即个就是绝对爱去处理因就是讲英语、学英语会使对大脑发展好。这就是一个足大的误会。这伫我即代，我就会大甲伊变过来，互因知影讲毋对，你就是对囡仔讲台语，这才是真正对大脑发展好。哦，这拢是有学术的理论、语言学的理论的。怀疑这5个讲起来，会使讲超过半点钟，我今日无法度伫遮讲，但是阮就是煞来后个月啊，还是讲就是大家会使，我毋知恁若是有感觉有啥物人吼适合的，会使介绍伊来听。阮的安尼的演讲啊，就是对家长的讲座，也是对啦，就是阮有咧办安尼的讲座，就是希望讲透过讲座面对面，好好讲，甲遮过去大家毋知影的代志讲互民众听，其实听了大家拢是加减会有一寡改变安尼。好，反正这是我讲，咱就是爱去沟通啦吼，互去较侪人知影安尼。所以翻头转来头前，我讲今日要讲的部分啦吼，保育的部分讲煞，推广的部分嘛讲煞。但是我拄则讲的拢是阮家己会使做的，但拢有就是会使做的有介济，毋过嘛有伊的限制吼。就是譬如讲拄则讲保育，你一旦你要到学校体制内底，你就无法度顶动迄个体制，所以。规个制度的部分、政策的部分，也是讲其实推广嘛是推广。咱即马一场迄个演讲去讲，虽然我一摆可能会使影响10几个人、20个人，但是迄依然是足上万。所以也是需要有一寡为顶悬落来的政策，才会是一个较紧、较有效的改变的方式。就是拄则迄个大姊讲的意思安尼啦吼。毋过你要安怎做到遐？迄绝对毋是阮坐伫遮话讲政府爱做到我倒的啊，这就是煞咱爱想办法的吼。这就是我遮考起来红色即块吼。阮就是为即2冬来开始去想要替囡仔争取
上基础的就是争取台语囡仔的台语受教权、母语受教权开始。啊，阮开始安怎做呢？先去找学校嘛，结果学校就无要插阮嘛，所以阮就去找议员嘛，因为学校是地方政府的迄个管理范围安尼，所以你要去找议员，毋是找立委吼。立委是中央的，啊学校是地方管的。啊，你找议员了后，啊议员替阮开协调会去找教育局的人，哦，教育局就是地方政府的哦。所以呢，即摆阮就是有议员、民意代表，吼啊地方政府，啊，佮有学校。做家长4方面，安尼坐落来，咱参详想办法安尼。啊，后来咧，反正即个代志是2年前阮咧舞的啦，吼，有一寡进展，毋过嘛，互阮学着足济的，就是阮个其实伫迄个进展过程中，阮看到的是搁较大的阻碍，真正毋是遐尔啊简单的代志。所以刷落来，阮慢慢啊去练习的，去学习的，就是要安怎创意，吼，帮阮。是啥物时阵？今仔日阮的面册顶悬有搭一篇，阮顶礼拜去找一个立法委员，吼，大家即摆若是有闲，你嘛会使邀请大家，就是点去你的手机。立委，嘿，陈培如，伊是迄个民进党的不分区，啊，亲像即个立委，就是因为李港桥基金会，迄个某某甲伊熟悉，所以有即个机会甲伊。伊嘛有兴趣来了解台语的议题，哦，伊有感觉这代志重要，但是伊过去无了解，所以伊毋知要安怎做，哦，啊，这就是咱就是爱甲，咱就是爱甲，阮想要做的代志吼，整理出来，甚至是你爱提出一寡方案、一寡建议，啊，去到立委去讨论讲，阮想要，阮感觉会使安尼做，哦，啊，立委因为因的专业啊。因为因了解规个行政体系，因了解讲你若是要立法案，你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做，迄个拢是学问啊，吼，拢是需要去学的。阮过去拢毋知影，这就是我遮考起来讲学习创意的方法吼，这是我真正过去无想过讲做台语囡仔的家长会学到即种代志，就是这是公民课啦，吼，毋是公民课，这是政治参与课。这其实是。这其实是民主社会人民的权利，阮选民意代表出来，就是要安尼用的，吼，啊，真感谢阮的囡仔，咱的囡仔，互阮有机会做安尼学习，哦，咱就是哪做哪学，你也该去摸清楚讲，哦，什么代志是迄个地方的议员管的，什么代志是立委管的，什么代志爱找地方政府，什么代志爱找中央政府，这拢是阮这2冬来。学着至少我啦，吼，可能有的人本来就知，但是至少我都是，我是真正是哪做哪学，嘿，啊，你着爱，就是咱是爱甲，你若是想要改变这个体制，你就是爱去，咱就是爱去练习这个实际上有效的办法啦，啊，足侪代志，着爱去加想着，就是爱去想，譬如讲你若要安尼做，你的阻碍是啥物？到底实际上有法度进行无？这都毋是，就讲阮坐伫遮画就会使的。你坐伫遮画，啊，但是你无去甲即个，你无行即个改变体制的路啊，安尼也是无法度嘿。好，所以咧，就是这是阮这2冬的学习啦吼。我阁足钱的啦，足侪代志我拢袂晓，那是因为阮的团队内底有一寡牛人，会晓看法条的啦，还是讲足够整理议题的。哦，啊，我只是较有法度甲大家做的代志整理出来，去讲互其他的人听，鼓励较侪人来做伙做。所以其实阮就是嘛真鼓励讲，全台湾所有的迄落台语家庭吼，拢会使团结起来。啊，恁爱大家家己伫地方去做一寡就是权益的争取啦。亲像台北前2年就有争取到一间学校有台语进阶班啊。虽然这件代志就是其实讲起来到即马嘛毋是介乐观，哦，但是就是因为有争取，才会使有突破。有最近高雄要开一间台语学校啊，这嘛是因为进前有人去找教育局长甲高高甜，啊嘛有人家长走去找议员等等，哦，这就是咱爱实际上去行动，咱爱去发声。哦，咱若是讲无讲出来，别人根本毋知影咱有迄种需求，甚至毋知影讲哦，即摆阁有囡仔讲台语。所以即摆的社会，反正网络安尼，就是在人使用，
什么平台拢会使放你的消息，就是大家就是用家己有法度的办法去发声，去用较有，就是爱去练习去找着较有建设性的方式去推动咱真正想要做的代志，好，所以咧，我拄则讲，譬如讲，不管是保育还是推广，拢是需要除了咱民间安尼酷酷做吼，嘛是足需要政策的。譬如讲会举一个例，譬如讲一个啦吼，就是这就是民众的惯势要安怎改变的问题啦。这是迄个粪扫嘛，台湾较早迄个粪扫量拢足大啊，什么粪扫减量啦，还是分类啦，讲足久啊，无啥物效果。但是咧，一个政策落来，讲每一个粪扫地啊拢爱纳钱，了后过10年，迄粪扫量就减60%，安尼。所以政策足有效、足好用的，我举即个例，互大家感觉一下当然就是以目前吼，因为即个粪扫是目睭看会到的物件，语言是目睭看袂到的，而且大家搁过去拢无对过去的即个历史的伤害拢不知不觉，拢无感觉。所以当然，即个语言是比粪扫，也是讲你看治安全无啦，啥物任何的政策吼。遐其实拢是较好做的，你无治安全无，甲治安全无，迄个死亡数就是有差嘛。你目睭现看会到的，大家较有感觉。语言就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你语言大家逐工嘴讲出来，拢已经足惯势讲华语的人，你要安怎互伊有迄个动机，互伊有迄个愿意坚持去改过来即个，因为这真正是足困难的，我会使理解。咱有一寡即马遮的台语家庭会使安尼变过来，安尼改变过来。阮拢毋是亲像即马线顶可能足侪先进是台语人，但是亲像我就是硬讲转来的。我是一路用华语考试考到，就是拢迄个好学生啊，拢最后考试的啊。华语能力偌好的咧，台语能力是听着咧3、4岁甲阿嬷讲话尔咧。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要安怎叫其他甲我同款情形的人开始讲台语，这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所以咱一定爱了解体会其他的人是安怎遐尔无简单吼，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切入点去甲遮的人，就是互因有机会去思考啦。我感觉也是上根本的，也是爱互人去思考啦。这种政策的，就是免管理啊，免思考啊，我直接甲你，不管是好康还是歹康，用法的，还是用甲你奖赏的方式，直接去改变你的惯势，无要去管你实际上安怎想，这嘛是一步啦吼。这个是较有效的，讲实在的。但是目前以台语这个议题来讲，嘛是较歹做的，因为民众无这个重视。你讲粪扫减量，你讲出来，大家拢讲对啦，应该啊。所以才有法度制定这个政策嘛。你即马要叫大家拢讲台语，还是讲学校老师爱用台语去教？这讲出来你就好咩事啊？所以就麻烦的，就歹做的吼。咱毋过可能迄是咱的目标啊，咱可能家设做是5年、10年后的目标。咱即马就要开始准备，看要安怎一步一步行到迄边去安尼。好，所以咧，我这是我最后一张啊吼，刷来大家就会使讨论讲，若是要即个要求政府做，安尼咱是要要求伊啥物？我举几个例啦。第一个就是台语委员会，足侪人咧讲的。毋过即摆嘛有一寡人感觉这可能毋是一个上好的选择。为虾米呢？咱现主席即个已经有客委会甲原民会嘛。你若是搁一个台语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我毋知大家敢了解，迄个伊的层级是足悬的，伊甲部是同级的。文化部、教育部，你若是叫做政府的图画落来吼，文化部、教育部、法务部，甲迄个客委会、原民会是伫咧同一层咯。所以客委会、原民会是足大的，伊有足大的权利甲资源的。台语即马就是拢无啦，即马有啊啦。即马就是伫文化部内底的一个书下骹的一个科啦，已经比2、3年进前加真好啊。但是比较起来也是差足济，迄层级差足济，资源嘛差足济的，所以这是
资源足无平均的一个介大的问题。吼，啊，当然就莫搁讲，即个客委会甲原民会因的资源到底敢有效率的运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应该嘛会使理解吼。反之咧，就是若是即种情形之下，你要搁加一个代理委员会，有可能毋是一个好办法吼，因为若安尼，敢是每一个议拢有一个委员会。咱搁有妈祖语、手语，什么，敢拢爱一个委员会咧。啊，搁来，其实毋是讲伊无重要，咱当然就需要一个主管机关，但是可能较重要的是爱去互全部的语言的资源会使有统合的、有系统性的规划啦。哦，所以即马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这是另外，这是一个就是统整性的，会使去做全部的国家语言的研究的中心吼。但是这个物件，应该是讲先讲，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伊已经倒伫咧迄个立法院内底啊。伊其实伫顶一个会期就倒伫咧遐，但是无通过啦吼。啊，即马看起来嘛是真困难，因为即马立法院内底足乱的吼。但是不管安怎吼，这是就我知影，因为这个有写伫偌清德的证件内底。这应该是伊有要杀的物件吼，毋过就算即个有过，即个发展中心伊讲实在，伊的层级无介悬吼，所以其实若是会使，咱是希望会使真正爱有一个层级较悬的语言发展主管机关，伊会使去规划所有本国语言甲外国语言，包括英语啊、华语啊，遮个语言的资源要安怎分配，你应该是。政府爱用全面的角度去看，以国家的发展，来为这个角度出发去做整体的规划，毋是讲原民会遐做因的，客委会做因的，啊谁人搁做因的安尼。这是一个我提出来啊，因为这是其实台语课仔内底，大家嘛需要先讨论，有一个大家共识，安尼咱。才去要求嘛，啊，无连台语人拢家己讲，有个人讲要台语委员会，有人讲要这个拢迄个，安尼就是嘛是真歹赚哦。啊，过来，譬如讲，公家单位第二个啊，我是讲，咱会使要求公家单位爱主动讲台语啊。哦，我举一个例吼，我边仔放即个讲客语的客语友善窗仔口啊，讲一个故事，就是咧，因客委会就是伫咧客家庄。哦，拢有咧杀即种物件哦。譬如讲，因的迄个公务机关内底，拢有一寡窗口，伊会搭即块，啊，你着去遐讲客语，因遐的迄个就是服务人员是晓讲客语的。啊，所以咧有一工，即个客委会一个官，足悬的官啦，反正伊就是去迄个去视察嘛，啊，伊就去苗栗的一个邮局内底，即个。客语友善窗口去遐办代志，伊专程讲客语，了后伊发现讲，这邮局内底的这个行员哦，伊嘛完全拢用客语来应，哇，真好，真正是客语友善，哦，所以看起来这个政策安尼推萨有效果嘛，吼，算是真欢喜安尼。啊，这位大官伊这个代志办了后，伊就坐伫咧邮局观察，讲这个。窗仔口其他的人去的情形是安怎？结果伊伫遐坐半点钟了后，发现所有去窗仔口迄个窗口的其他的人，无人讲客语，哦，所以迄个邮局的行员嘛，无讲客语啊，安尼，哦，所以这就是用即个咧，互大家知影讲，咱即马咧保护，还是讲要推萨保育啦，吼，本土语言啊，若是用即种被动式的方式。安尼是无效的，只是互伊死较慢尔。亲像即个客语友善的即个窗口，虽然伊有搭即个牌，虽然伊着培训会晓讲的人，但是即摆民众已经毋敢，已经袂晓伫公开的场所讲伊的母语啊。所以你搭即个根本，若是干那搭即张无效啊。咱即马其实你应该要做的是，你要求伊主动讲客语，你要求伊，毋管对啥物人，迄个人讲啥，你拢爱一直坚持讲客语，安尼毋才有救，安尼你才有可能互迄个，其实可能拢是时段呢，迄时段来遮，你甲伊讲客语有可能永远是因你欢喜哦，
因为阮就是安尼啊，阮定定伫外口，我甲遐个时代讲台语，因佮甲我应起应，我甲因讲台语，伊佮甲我应华语啊。吼，就是因拢感觉对少年人爱讲华语的即种真歹改变的迄个惯势啦，吼。所以亲像即种诶，这就是可能咱会使去要求啊。当然，细节要安怎做，就会使去讨论。吼，啊，佮有讲，譬如讲前一阵仔，阮甲迄个另外一个立法委员嘛是有合作，吼，请伊去质询。啊，伊质询的时阵，伊就是华语甲台语人咧讲，因为台语嘛无甲伊认同。但是安尼就足好诶，就是至少鼓励因，莫干那拢讲华语尔。你至少互台语有机会伫咱诶立法院，也是伫即个就是公开诶场所会使出来。啊，当然客语啊，佮原住民语嘛，拢应该安尼才对。好，啊，其他就是较细项啦，譬如讲，迄个图书馆诶台语故事啊，一个是讲图书馆即马因为旧年开始文化部有想要要求各地图书馆拢办台语故事，但是一个是因培训出来诶人呢，虽然伊台语袂歹，伊嘛会晓用台语讲故事，但是伊毋知影安怎讲互听无台语诶人听，因为现处时会坐伫台骹诶囡仔，大部分可能拢听无啊。所以遮个志工虽然因台语足好诶，但是伊拄着袂晓台语诶囡仔，伊就拢互华语砍去啊，因只好用华语解说啊，变做用华语讲，也是讲伊就讲甲足客，伊足无关系安尼，哦。所以其实即种培训拢是爱去教因考虑着现场诶拄着诶情形安尼啦，吼。啊，这就是阮台语路最想要做诶。虽然阮台语路诶遮个家长台语毋是介好，吼，讲故事诶能力阮嘛毋敢讲阮是介好，因为有足侪讲故事诶老人。但是阮有一个上厉害诶，就是阮足有迄个坚持甲信念，知影讲为虾米爱用台语讲故事。啊，阮嘛有累积一寡办法，知影要安怎用台语讲故事。所以亲像阮后个月，阮嘛会办一个培训课，是要培训。要讲故事的人吼，去甲因去培训因去理解讲是安怎需要用台语对囡仔讲故事，讲互遐听无台语的人听。哦，啊，佮有讲啊，因若去听无，我台语要安怎讲，我嘛袂使，就是无管因听无，我就一直讲落去，安尼嘛袂使啊。你故事你是爱讲互囡仔听有诶嘛？哦，啊，这是有办法的。迄个办法绝对毋是就改做用华语讲安尼。哦，所以反正这就是其中一种啦吼。啊，这个譬如讲，这就是阮即摆去甲迄个陈培如立法委员有讨论到即件代志，互伊理解现场的情形是安尼，嘛甲伊建议讲文化部出来应该安怎做，吼，才会真正较有效，才袂亲像过去就是培训了后，啊，才会人佫袂晓讲故事安尼，佫无法度对迄个目前的囡仔讲安尼。好，我先讲到遮啦，因为刷来就是会使。互大家讨论，我已经讲伤久啊，原本讲1点半钟，即摆已经1点，就是爱留时间互大家讨论安尼，好无？我先留到遮。啊，真感谢立贤吼，啊，你即个演讲吼，我足尔啊实际啦吼，啊，足尔啊实用啦。我想伫咱内底应该有真侪人要甲你安尼对谈啦吼，所以咱即摆我想即个题目真趣味吼，所以若有要发言的人，敢会当先举手吼，咱较拜托秀婉姐，咱来点名安尼好无？哈。OK， 好，即马振兴老师的举手。好来，振兴老师来。其他有问题的人写请举手，吼，叫顺序，嘿。立贤你讲的这吼，互我真感动吼，啊有办法，啊有理想吼，啊这是阮做长辈人无法度做的工课吼。啊，竟然都爱有时势替阮承担吼，多谢啦！啊，我捌去互邀请即个西洋人讲英文的去甲因斗阵讲故事啦吼，迄是 bilingual storytelling， 两种语言吼落去斗阵讲故事互听咧。啊，我是甲一个音乐家，伊是伫迄个大提琴的音乐家。啊，伊有趣味讲故事，就邀请我甲伊合作咧。啊，阮两个4过去讲故事。啊，我是讲我要
咱咧讲故事，讲原住民吼，到粒日头的故事，啊，就安那两三地人才去甲迄个8粒日头写戏杀，啊，剩7粒安尼。啊，这个故事当然是精彩哦。啊，就伊讲英文，讲第一句英文，我第二句的台语就掺落去，第三句伊讲英文，第四句我讲台语安尼。啊，就是安尼讲到结束的时，差不多10几分钟结束的时，大家人拢听有阮两个讲的故事啊。这 bilingual storytelling 的一个魔力啦，伊就有法度互一家人听安尼吼。啊，所以是毋是暂时的这个过渡时间，会使用华语甲台语啊两个掺落去讲安尼吼？照我的经验是迄个，我去西洋的社会讲咱台湾人的故事，啊是我讲台语，啊另外一个是讲华语掺落去讲吼，结果效果是袂歹啦，大家拢是听有安尼吼。这是我的经验啦，甲你分享。感谢感谢。其实确实是安尼啊，就是这就是双语教学，还是讲真正式拢会使安尼做。我无认为讲即马伫面对遐听无的囡仔爱完全讲台语，我认为是爱看囡仔的，就是吸收的程度。这重点就是赞成老师讲的，你爱互因有法度听因有趣味，因才会愿意搁继续接触嘛。若是无趣味，囡仔是袂想要继续的。啊，咱即马迄个学校的课本就是甲代志母甲就无趣味的，所以囡仔拢会无想要学安尼。好，看刷落来是啥物人要讲？我介是无看到人举手吼，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吼，啊，所以若有要问问题，请赶紧举手。拄则恁有讲过讲高雄吼，啊，有一间学校，啊，我看的新闻是讲，迄个高雄的路德吼，某一间国校啦吼，啊，要开始来用全台语上课吼，啊，你敢知影较详细内容？啊，是安怎较会讲某一间国校较无爱甲迄间国校的名讲出来？好，因为咧，即件代志也无法度确定，因需要校务会议通过。啊，我咧摇啦，就是应该是有一寡家长伊有烦恼，甚至有可能有反对的声音，所以因即马消息放送出来嘛，毋敢伤嘛，就是爱较低调咧安尼啦吼，这是一个啦。所以，毋过大家目前拢已经有咧风声是着一间啊啦，嘿，啊，就是希望讲，因为我会使理解这对，虽然迄个学校所在的地区，大家使用台语的比例是真悬，嘿，但是游玩我感觉是有足侪需要去沟通的，因为就亲像我拄则讲的，一般的民众。就算讲因应该是讲因迄个地区，因就是惯习使用台语的，好佳在因个惯习使用台语，但是因有可能无意识到台语面对的危机甲问题，嘛毋知影台语的价值，所以对学校的即个做法因会有烦恼。啊，这就是政府爱甲学校沟通，学校爱甲家长沟通。啊，台语家庭即马是足兴的，大家咧北部的拢讲要去高雄买厝啊呢，但是实际上会使。实际上会因为即个学校讲台语，真正甲互送囡仔去的人，可能嘛无真正介济啦。因为毕竟这毋是凊彩讲要去就会使去的代志。嘿，但是毋管安怎，咱希望讲，咱爱斗阵支持，互即间学校爱先试办成功。因为第一间足重要的，你试成功了后，才有可能咱去要求讲啊，我台北嘛爱有，我新北嘛爱有安尼，嘿。啊，对，我感觉这是需要足侪沟通的。好，我有看到迄个柯锡文含迄个柯志昌遐举手，请锡文医师先讲好无？哈，你甲麦克拍开，啊，咱较请即个志昌遐。大家好吼，啊，我是想要请教即个台语学校的问题啦。我分享一个，就是我看阮哥查某囝伊读国校1年，啊，因即摆逐礼拜爱有一节迄个台语课吼，叫做乡土
语言课安尼啦吼。本土语言，底，嘿，迄内底主要迄个教法就是一寡我是感觉讲伊嘛是主要用汉字为主吼，可能用一寡 KIP 安尼，嘿，就是感觉囡仔学习起来，毋是讲最有兴趣啦。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讲，敢有会建议讲即款教学的方式会当可能有需要爱做一寡改变。第二就是讲，伫即个现行即个体制之下，高雄即个讲要做全台语的学校，即件代志是敢有乐观？就是讲，咱嘛是像咱讲感觉讲囡仔去学校会当有一节即个台语课袂歹嘛吼。毋过事实上就是，足侪囡仔就算上了即个课，嘛无讲对台语较有兴趣，效果无讲介好安尼啦。所以嘛是想要请教讲，对即个台语学校的成立，敢有啥物期待啊？是看法安尼？因为你问的是两个无共款的物件，一个是即马现主是学校内底一礼拜一节的迄种本土语言课，另外一个是台语学校嘛。我先讲本土语言课，本土语言课因为伊是一礼拜一节尔，囡仔伊会使去选无共款的本土语言。当然，目前选台语的上侪，上来就是选客语的，也是原住民族语的嘛会有。嘿，即个课的进行其实讲实在的，目前的师资也是真欠缺，而且师资的品质嘛无介，就是怎样讲，就是有落差啦吼，就是爱看你运气好无。你若是拄着有心的、足认真的老师。安尼，伊嘛会使教迄节课教甲足精彩的，但是据我所知影，真侪学校伊嘛无请专门的台语老师，就是用学校原本的老师去兼，而且若是佮讲较大咧吼，即个教学的问题教甲囡仔感觉无兴趣，嘛毋是干那本土语言课啊。咱每一种课囡仔嘛无啥物兴趣，这就是整体咱台湾的教育需要去进步的所在啦吼。若本土语言的部分，就确实师资佮需要足拍拼的，因为旧年开始连国中、高中拢爱有嘛，所以就开始抢人啊，就是足侪就是人就雄就无够啊，四界拢在找老师，嘿。多谢铁坤的回答。对，所以这个是本土语言课的部分。伊拄则佮我问一个是迄个台语学校，台语学校伊的情形会甲即个本土语言课无共。本土语言课一礼拜一节，敢若是咧学台语，就亲像咧学英语、学一个外国语共款。但是即个台语学校伊要做的是用台语做教学语言，所以伊毋管是国语课、数学课、自然课，啥物课，伊拢爱用台语来教，安尼，伊即种情形咧，这才是较理论上，这是较理想的学一个语言的办法，因为遐个囡仔因伫咧生活中应该拢有机会接触到台语，安尼因会使直接用台语来做学习，所以这是就是台语学校甲迄个你烦恼讲迄个教台语的部分，迄是无共款的。一种是用台语来学，一种是教台语。当然实际上到时因做甲安怎，这就是一个实验嘛。因为第一间嘛，第一间学校安尼做，嘛爱就是毋管是学生啊，还是老师，因其实拢有一个爱练习的过程啦。我是感觉毋管安怎，这拢是足有价值的。咱着爱着爱甲鼓励，着爱。若是会使，你会使提供一寡意见啊，啥物的拢好啦吼，感觉嘿。好，感谢。来，请志聪兄来发问好无？佮刷去，咱有一个叫做说也袂款吼，语言吼，换你吼。多谢。我若是固定关心咱的母语的发展，而且我若有咧做教学的工作，我讲几项。即
大家来做参考，包含地方吼。即个立宪讲的其实足侪现象，我嘛拢观察到。我感觉伊讲了是真实在，就是讲一般人可能无啥体会啊，但是这事实发生的吼。我讲一项就是讲，咱讲台语的价值哦，咱若讲干那用个即个亲情的即个价值吼，我发觉伊的力量其实足细，就是讲无法度去影响别人讲爱甲伊的囡仔讲即种话。颠倒有一个真大的影响力，就是讲即个课后日大学的科目、升学考试、高中的科目，若会囡仔拢较重视，啊若无就拢讲无效啊。所以我认为讲，咱以后努力的目标应该是讲，即个语言是毋是伫咱的升学考试内底会考，这上较有效，包含着咱成立啥物委员会毋是无效，但是久长来讲，伊的效用嘛无大。安怎讲？你为客语会成立偌久啊？原民会成立偌久啊？你去问因，因嘛是对家己的母语会无讲要无去，甚至比咱的台语较紧无去，搁较烦恼吼。这是我看到安尼。对。关系到咱台语的价值，搁有几项会当讲的，就是宗教的力量。就是讲，比如讲，有个人信咱传统的这个佛教啊，是道教。上简单呢，你也讲你去拜祖先，还是讲你去这个清明时去祭祖，你的孙拢甲囡仔讲国语、讲华语，敢有效？我是拢趣味安尼讲，伊听了爱笑，听了感觉有道理。搁有一项是讲，咱爱讲出这个文化的价值啦，比如讲每一个语言后壁拢会产生真济文化。这个文化可能甲咱的生活经验有关系，比如讲，咱会讲足侪俗谚。当咱这个话语若无去的时阵，过去祖先所立积的一寡这个生活上的经验，甲讲做俗谚的时阵，这俗谚后一代的人拢无法度用。后来我搁讲一个现象是安怎？虽然早期10-20年来都有人咧办啥物演讲比赛。包含着舆论社，我也去参加几落届做评审的工作。我讲迄个现象，互恁参考吼。第一，学生包含伫中部、庄脚、较早阮南投故乡遐的学生，伊普通时都无咧讲即种话。为着要比赛，所以呢，伊才去硬去记即个稿，因为迄拢是一撮迄个算讲迄个直接算演讲的比赛，毋是即时马上问的吼。所以我感觉因拢是，这毋是因普通时咧讲的话语，只不过是为着要比赛，所以伊才去甲学，所以学了袂好。而且我看迄个休困时间的时阵吼，中昼休困，我看指导老师咧教这要参赛的学生，拢用华语咧教，毋是用台语咧教哦。所以你会发觉讲，因足侪就是讲咧讲的时阵有一寡袂顺，包含比如讲尤其是变调，拢会出问题，足侪拢是安尼。过来就是主办单位已经办第25届啊吼，25届就是因当初应该是有我若有想着讲咱这母语地位无去啊，所以去办这个活动。但是因敢若安尼办尔，应该当作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项目吼。无论社的人家己都无贯彻伫伊家己的家庭内底，有足侪无论社的社友彼此之间咧讲话，拢讲足侪华语。虽然因的无论社是台语社，但是渐渐，尤其是一寡少年的、甲少年的入来吼，伊拢会去顺应，拢咧讲即种话。无论社的社友的家庭的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其实嘛无介悬啦吼。我讲这这就是一般人可能看袂到的吼。过来就是啥，就是讲大多数的人，像讲60岁以上的吼，虽然伊会晓讲台语，但是伊嘛对台语无危机感。第一是伊感觉讲伊边仔人都拢会晓讲台语，伊嘛拢会晓讲啊。你也讲你我看你拢咧讲华语，讲你甲我讲台语嘛会使啊，安尼伊敢若袂去想讲因为你无讲台语，你边仔的囡仔
咱的时势会变得无机会学台语，这是一个一个现象。啊，你要去甲强制也无效，你讲伤济嘛，伊颠倒嫌你啰嗦啦，所以我看到的是安尼，你讲这种的，你做是好意但是呢，因无迄个耐心听你去讲落去，就是讲无迄个强制力啦。啊，搁来讲一项，就是为旧年才拄好推行，差不多到即摆头年半较加。咱的高中甲国中虽然拢有咧教即个本土语言的课，我看到的现象，我若讲互恁参考就是讲高中生颠倒较无意愿去学阮本土语言，是安怎？因为因变做思想，因会更较理智啊。啊，你国小的囡仔，你甲教伊到会晓感觉讲趣味罔学，真天真的甲你学。国中嘛，袂讲反应真大，但是甲高中来尤其是明星的学校，因知影你这个课根本就袂考，所以因袂重视。你安怎讲？你甲强调这个语言的价值种我感觉因会顺利的迄个嘛无济。而且虽然这叫做必修啦，但是呢，伊若无及格转调去，伊明年嘛免定来啊。所以伊知影这个现实上的情形，所以坦白讲，伊要学嘛无意愿足歹歹啦啊，搁一项是讲到咱的这几十年来的这个母语教育，我所看到的事实一节根本就无可能定根。而且即摆的囡仔程度，甲拄啊推行20几年前来比较，你甲比比如讲平是15岁。16岁拄好入去高中的囡仔我相信20几年前的高中囡仔加减会晓听会晓讲，但是即摆已经有真济比例，较悬的比例啊，袂晓听嘛袂晓讲，因遐拢受过国小的即个6年的教育所以可见啥，一节根本就袂定根。即种即摆搁剩，咱迄个搁剩10分钟较2分钟我你甲讲完好，即个师资的方面其实因为20几年来，遐人拢直直老啊，咧教的人，即摆有诶慢慢退场搁加上高中、国中搁加一寡师资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形其实无遐多乐观啦这是讲你懂。所以到落尾我嘛是呼应着咱今仔日咧甲咱主讲的这个例行来讲的，咱若无根本上为政策去改变，增加咱的教学时数。咱这个语言是慢慢直直找价落去。上解好的方法是有找出这个语言伊的主要伊的价值，尤其是文化价值是啥物？去说服咱的教育部去增加时数。要安怎增加时数？绝对毋会增加，应该是爱去甲华语竞争啦。就是讲叫华语减少，咱来增加。有啥物岁数，咱大家来思考。好，歹势，讲好，感谢志昌的分享因咱搁差不多剩8分钟尾要搁留一寡时间互立宪来做结束所以拄则迄个叶姓的叶女士你毋知还搁伫遐无？要想要发言无？还是我先回应志聪兄。好，请。我志聪兄，我就配合你的观察甲你的想法。甲我足活的，我嘛是感觉讲，就是政策的部分，伫遐学校就是爱增加时数，搁来一个就是对台湾人来讲你要互伊即个语言的价值当然你去说服教育部、文化部的时阵，你是爱摕文化的价值出来，但是你去说服一般的人的时阵，你就要用考试的价值出来，安尼才会较有效。所以我嘛是感觉长久来讲。若是真正要救本土语言，就是爱互伊有法度起来考试。但是这要安怎做，拢爱足细致的，因为你母袂好，就变做是反效果。譬如讲，要甲伊放伫咧学校内底，要求伊增加时数。大家应该嘛知影，咱即摆108课纲敢若是要甲本土语言课放伫国中甲高中做必修，就差足久后来咧，才一直要安怎讲2遍伫遐咧扭大小，扭到最后，互高中敢若1学分嘛，我若是无记毋对，高中敢1学分尔咧，这就是
就是足困难的。你要去甲其他的科目，尤其是要去华语唱诗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要安怎做咧？阮目前有一个想法嘛，讲出来大家会使，就是大家会使做伙去思考看卖啦吼。这个想法就是咱希望有可能啦吼，想要向这个方向去试看卖，就是阮想要求用台语做教学语言，就是咱毋好个，就是伊毋是讲毋好啦，应该是讲实际上你嘛真歹去抢其他的时数啊。但是咱会使做的就是，你要双语教学嘛，好啊，咱双语毋若是双英语啊，咱嘛会使双本土语啊。所以有可能，譬如我即摆拢是，就是在我讲的啦吼，因为实际上拢还袂实行。但是咱会再去想想，譬如讲，咱要求讲，每一间学校，每一个老师，你可能拢爱选择某一种本土语言做你的双语的能力的课。所以譬如讲啦，咱咧可能若是伤困难，咱就搁甲标准降低。譬如讲，你每一个学生啊，伊每一学期拢爱至少有一节课是双本土语言。譬如讲安尼，若是安尼做，就已经是足大的突破啊！迄个双本土语言的意思就是，伊每一年拢会拄到一节课是用本土语言来教这个课，毋是讲学本土语言啊，毋是学台语啊，学客语哦吼。譬如讲，伊的数学课是用台语来学的，也是讲伊的自然课是用客语来学的，安尼。这是阮目前希望讲，这可能是较有可能去做的，因为你若是要去甲别人抢时数。以目前台湾的选民的结构，你看咱的立法院这种情形，这是我感觉是无啥物希望的。当然会使去试啦，但是即马就是立法院就已经烂伫咧遐，就是真正是足困难的吼。好，反正这个因为刷落来是118课纲，118课纲其实即马已经开始咧准备啊。这是一个阮想要去杀的。这个杀吼嘛是有伊的根据的哦，就是伫美浓。高雄的美浓吼，已经课委会因已经有伫几啊间学校有做这个客华双语教学，有一间学校敢若是做甲足成功的，已经做要10年啊。因呢，这10年来的效果呢，就是因发现讲，第一，学校内底使用客华双语教学，就是毋是教客语，是用客语做教学语言之一，真诶做落来咧，发现讲，学生仔诶学科能力并无较歹，这是要去照顾足侪家长诶烦恼。足侪家长烦恼讲我囡仔听无，安尼伊会学甲较无好，无实际上因已经做出来啊，因诶效果就是囡仔诶学科能力无较，伊考试无嘛是共款，考甲共款好安尼诶意思甲其他囡仔比起来。第二，这个客华教学。就是接受客华双语教学的囡仔，因的客语能力有救起来。因为客语的情形共款是厝内底拢无咧讲嘛，但是透过客华双语教学，遮的囡仔因的客语有救起来安尼啦，有救起来的意思啦。所以亲像安尼的例，阮就希望讲会使去甲迄间学校，也是讲甲做即个计划研究的学者。去甲伊请教，咱就需要甲安尼会例互教育部还是讲互搁较侪学校了解，互因知影。而且实际上迄间学校，为虾米伊有法度做甲遐尔成功？伊毋是讲叫老师家己去舞，因提供老师足侪资源的，因提供老师足侪教学的资源。老师就是譬如讲，因逐礼拜拢开会，这就是目前。体制无提供老师的帮助嘛？教育部即摆嘛有迄个订正式的闽南语教学计划，会使互学校去申请经费来做台语的订正式迄个计划嘛。但是伊这个计划就干那互你钱尔，伊无提供其他的教学资源啊。所以老师到底要安怎教？其实这是无简单的，这是需要专业的支持的。连迄个英语咧，要母双语，因开偌大的资源去咧研究教学方法。譬如讲，你一节课内底，啥物所在爱用英语讲，啥物所在用华语讲，这其实拢有学问的。台语咱就是需要提供现场的老师安尼的工具，才有法度去期待因讲会使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安尼。
好，这是但是嘛是足大条的啊，就是爱慢慢去做的代志。好，感谢丽贤的回应吼，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吼。我最后吼，我想讲来问一个问题啦吼，因为我感觉你今仔日咧讲的，除了讲基态，还讲即摆现实的情形是啥物款，但是我感觉你咧分享的时，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你有提出讲要安怎去实行，要安怎去做，吼，毋是干那讲咱的期待、咱的希望安尼尔。你阁有提起讲一寡较具体，咱会当安怎做的做法啦吼。我是真好奇恁即个台语路协会遮个运作的情形啦吼。我看恁安尼不时爱安尼按台北安尼走去高雄，走去台中世界站吼。恁遮个经费是安怎来吼？咱若是讲有处于甲你甲即个认同恁的协会，要诚做恁的会员也好吼，敢有啥物款的规定？敢是讲一定爱像恁遮个少年妈妈安尼吼，是讲干那要提供即个财务上的支持吼，要安怎做？敢会当甲伊分享一下？好，感谢梁公兄，足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先讲者，阮无四界走台中高雄啦，迄就是阮主要是伫咧桃园、甲新北市、甲台北市。若是咧讲地方的创意的部分，阮是干那顾遮。当然有时啊，阮可能有一寡成员的，互邀请去别位去演讲，也是做啥物图书馆的讲师培训的迄种的，迄个就是会有迄个邀请单位的经费，迄个就是，譬如讲图书馆叫阮去高雄开课安尼，就是图书馆出钱吼。毋过足重要，确实阮就是阮的协会目前的财务是足需要，嘛是足需要支持即个咱做即个台语视讲的友志，会使甲阮赞助。我即摆会使有人已经等来，阮的迄个阮的秘书长有伫目前的老围区。阮即摆若是想要支持咱台语路，阮台语路做遮个工课，一个就是会使直接捐钱赞助，嘛会使来做阮的会员啊。阮有一种会员号做台语路之友啦，就是来做咱的朋友。即个朋友就是一方面是爱立一个，算是捐款了后，阮会互遮台语路之友一寡福利，譬如讲参加阮的活动会使提早报名。这足重要，因为阮的活动定是公开的抢了后，所以即个之友就会使有优先的报名权利嘛，会使有会员介绍安尼。所以若是你是有想要参加阮的活动的，会使考虑做台语路之友。若是单纯要乌演的，就是会使直接捐款，阮遮有捐，嘛会使直接甲阮的迄个路易斯咱感受迄个。因为有的人可能无信用卡，就是直接捐款到啥物，咱的口罩的迄种的嘛会使。过来若是想要参与搁较济，就是斗相共的。阮目前阮的主要的成员其实就确实拢是共学团的成员。阮拢是做伙共学啦，大家有一定的熟悉的，就是革命情感的。譬如讲走去找立委啦，创啥的吼，这确实这种是足开时间的，而且这种创意的工课就是了钱的工课。阮有其他想办法咧趁钱的方式，譬如讲开课程啦，加减会使趁一寡，至少卖了钱安尼。毋过亲像创意这个部分，就真正是无收入的，而且就是爱开足侪时间去做研究，去实际上去。拜会立委啦，甚至官员安尼。这我感觉长期来讲，应该是最重要的代志。过去拢是，譬如讲你刚抽一基金会啦，还是讲一寡其他的迄个台语文的单位吼，迄个台湾语文协会啦，等等先前咧做。即马台语路，还是讲即个台语家庭会出现，我感觉这是另外一种开力，另外一种。就是甲学者啦，还是啥物学术界啦、教师界啦、文学界啊，是无共款的。因为阮手头就是有囡仔，阮是真正要替阮的囡仔争取权利的，所以阮讲出来的话，阮会使较大声啦，安尼讲。
啊，就是这嘛是慢慢啊累积，行到即马即步嘿，啊，所以真正是就需要大家甲阮赞助，所以若是大家感觉认同，愿意支持台语路做遮个工课，就是欢迎大家即马看老尾区遐，会使甲阮用实际上的即个赞助来支持。好，多谢。好，感谢立贤吼，安尼咱大家拍扑啊吼，大家感谢一下吼，啊当然啦，会使吼，会当搁甲赞助搁较好啦吼，啊希望恁协会吼会当搁有机会来咱论坛搁继续分享吼，好我即摆来甲大家报告咱后礼拜